是来关心宜兰东山第三发生连环车祸，这是一架大只的拖板车去弄着10台车。驾驶讲伊无食酒，毋过又向警方讲伊是为着要捡手机啊，车载失控去弄着头前车。这场车祸是造成当地交通拍夹，而且嘛有16个人受伤，加载拢轻伤。 几多台车敢若是保龄球同款被弄做规堆，宜兰东山乡真珠一路加永美路的相识路口，单向的车流规个拢拍干。警消赶到现场，先将受伤的民众送病院。对民众提供的行车记录器发现是上尾迄台拖板车一直向头前弄过来。哎，快点！继续扒！弄击的力量真大，和这台箱仔车规个卡伫咧分隔道顶头，也有轿车被弄到车头规个拢害去。算算的，这台拖板车总共堆弄10台车，好加在现场受伤的16个人，伤势拢无严重，其中10个人送病院，另外6个人讲免。速度那么快，前面还那么多台车，一定在等红灯啊！ 载满更条的拖板车，驾驶酒测台是0。伊甲警方讲，是因为捡手机啊，无去注意车头前的情形，才会对撞。详细车祸的原因，警方也搁伫咧调查。就是袂赴啊，捡手机啊，啥人捡手机啊？手机落去啊，lucky 哦，起来就安尼。 车祸现场，车的零件甲玻璃也甲规涂骹，东山路地段车规拢塌掉的。好加在这件意外无造成重大的伤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